过去曾经家里有幼等画画，不过现在对幼儿到时代拢开办授课的郑新茂，专长素描、水彩甲油画。这5日当来，传来学生伫眼空社教馆、南台别院等等拢办书生联展。透过展览，除了鼓励创作不断进步，嘛是一种作品甲经验的交流。2022年新的一档，因应财政部南区国税局邀请来办展览，5号正式开幕，场面热热。请揭幕。目前有23位学生的郑新茂，以退休的老师甲社会人士为主，其中也有高龄90岁学生，嘛予伊相当的感佩。希望借着画作，和长辈行出户外，用创作来延缓老化。有走出你的户外之后，你会跟我们一群人所在一起。那在绘画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呢，就会慢慢的让你的思绪有所转变。因为你会想你要怎么去构成你的图画，你会想你要怎么去进行你的每一笔每一个线条，这样子下来的话，我相信每个人的脑子都有在动嘛，对不对？有在动的话，他们就会慢慢的不再那么的快速老化，所以我蛮鼓励说，不管你是年纪多大，你都可以走出来。这摆展览的创作都是甲作者生活笔册相关的题材，嘛是因家己介意的主题，所以画起来特别有兴趣。对学员来讲，因对完全无经验，到会当有舞台办展览，用画图来交朋友，相当有成就感。因为都不懂所以进去老师一直鼓励我们说你要照自己的意思，把你生活中比较有趣的或是你想的。比较好了，就把它画出来。结果对，大家都画得很高兴所以现在很多那个退休的老师或是那个乐龄的同学都有参加这个我们绘画班。我是感觉很好，回家可以把我们去玩的到哪里好玩的地方也把它画出来。这摆展览总共58个优惠，欢迎民众对5号开始，一直到3月25来到南区国税局9楼艺文展览区欣赏。台南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